大家好，我係 Tara，你而家收聽緊嘅係蘇胎靜語，慢一啲，靈魂先至會跟得上。喺今日呢一集，我想講一個好多人唔夠膽講，但係內心一直重複緊問嘅問題：點解我對另一半會突然之間冇晒感覺嘅？係咪唔愛啦？呢一個唔單止係大家嘅問題，亦都係我曾經經歷過、面對過一個好大嘅生命課題。我想將佢攞出嚟講，並唔係因為想俾一個點樣嘅答案大家，而係希望我哋都可以喺呢一份困惑入邊睇到更加深嘅一層。第一部分，靈性層面，愛有時唔係消失咗，而係降頻。好多人以為冇感覺就等於唔愛啦，但其實喺靈性嘅層面，能量從來都唔係消失，而係愛嘅頻率正喺度變化。有時候我哋會突然之間覺得麻木，係因為關係本來嘅震動頻率已經唔能夠再承載我哋而家嘅狀態。第二，兩個人嘅靈魂以唔同嘅速度喺度成長。當你開始返去自己嘅靈魂中心，唔再依賴對方，呢個時候冇感覺並唔係結束，而係一種調頻信號。佢就好似喺度問你：你而家靈魂需要嘅關係係咪同以前唔一樣啊？有時候我哋會有抽離感，突然之間變得冷淡、抗拒，甚至係本能咁樣想拉遠同伴侶之間嘅距離。其實未必係愛冇咗，而係靈魂輕輕咁同你講，返去自己入邊，修復核心，重新去審視呢一段關係係咪你真正需要嘅呢？至於點解會突然之間抽離？每當你進入人生新嘅階段，適應新嘅環境，或者開始渴望真正屬於自己嘅空間嘅時候，你嘅潛意識就會自發咁樣問你：乜嘢先係真正令你舒服嘅關係呢？而家嘅相處方式仲係咪你靈魂所需要嘅呢？如果答案都係否定嘅時候，你就會自發咁樣產生一個抽離感、厭倦，甚至有啲抗拒同對方親近。即使對方冇做錯啲乜嘢，有幾種常見嘅原因，其實唔代表你錯㗎。第一，本能性嘅排斥，靈魂已經唔再需要某種能量，身體就會自發咁樣想遠離。第二，需要界線同埋個人空間，長期過度嘅親密、被依賴之後，你嘅本我會希望獨立同埋呼吸。第三，能量嘅成長唔同步。你成長得好快，但對方仍然喺原地。當兩個人嘅震動頻率唔再共振嘅時候，自然就會想退開。第四，關係進入分化期，好多親密嘅關係都會進入一段想自己瞓、想自己靜，對方所有行為都唔想你嘅階段。呢一個係能量重組嘅必經過程，未必等於結束，有時候反而係新模式嘅開始。我哋可以舉個例子。你就可以想象好似搬屋一樣，當你住喺舊屋，習慣咗舊屋嘅每一個角落，但有一日你突然之間需要一個更加大嘅空間，更加多自己嘅收納，你開始對於以前好舒服嘅房產生咗壓迫感，並唔係嗰間房唔好，而係你長大咗。關係都係一樣，當你開始想要更加多嘅獨立，更加多嘅自己，並唔代表你唔愛對方。只係你靈魂嘅空間已經擴展，想要呼吸新嘅空氣。第二部分，心理層面，唔愛係壓力同自我保護嘅信號。好多人以為感覺淡咗、麻木咗係愛情嘅失敗或者自己變壞，但其實喺心理嘅層面，呢個更加似係一種內在壓力同情感累積嘅自我保護反應。當情緒長期未被接住，就會令你下意識收起愛嘅感受。如果你發現自己對伴侶冇耐性，覺得對方講咩都好煩，明明對方冇變，但係自己就好似冇晒感覺咁。好多時候呢一個並唔係唔愛，而係你累積咗太多嘅情緒未被理解、未被安撫。每一個人內心都係一個情感銀行，當你長期支出，例如付出、包容、照顧對方，多過存入，即係被關心、被理解、被感激，
心就會出現透支嘅警報。例如，你明明好想對你嘅伴侶溫柔一啲，但只要佢一靠近，你就會下意識想發脾氣，想將對方推開。呢個並唔係你唔夠好，而係你內在喺度講緊，我已經好攰啦，我需要先照顧自己。心理學其實好少講唔愛，反而講得更加多嘅係，當你嘅情緒被壓抑得太耐，你嘅自我保護模式就會啟動。當我哋覺得好攰、好受壓，長期要處理對方嘅情緒，或者自己已經消耗過量嘅時候，個心就會做一件事，就係關閉個通道。就好似手機得返5% 電量嘅時候，你唔會再開到相機，並唔係壞咗，而係你需要叉電。所以冇感覺，有可能係你嘅心喺度請求緊你，可唔可以愛自己先啊？可唔可以俾自己先透一啖氣？心理學有一個防禦機制，麻木係為咗自保，唔係為咗傷害對方。心理學叫呢一種現象稱為情感撤退，或者自我保護性冷感。當你長期覺得壓力、失落或者受傷，心就會自動進入咗低耗能嘅模式，減少感覺嘅流動，避免再受更加多嘅傷害。就好似你辣親隻手，身體會自動避開熱源，唔係因為你唔中意溫度，而係你本能咁樣要保護自己。呢個時候我哋會好容易跌入自責同埋比較嘅陷阱，尤其是喺社交媒體上面，成日都會見到其他人恩愛浪漫，就會更加容易懷疑自己係咪自己太冷淡呢？係咪自己唔夠努力呢？但其實每一段關係都會經歷波動期，你嘅麻木、冷淡、抽離，都係一種暫時收回能量嘅自然過程。第三部分靈魂層嘅深處，你覺得自己變得唔再愛，但其實係你變得更加真。呢一個係最關鍵嘅。好多人以為關係嘅安全感係來自熱戀感或者強烈嘅感受，但係當靈魂長大咗，你就會突然之間發現，以前吸引你嘅人，而家冇辦法再觸動到你。唔係因為對方唔夠好，而係你開始更加清晰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更加敏感咁察覺到能量係咪合拍，更加誠實咁樣面對到自己嘅界線，更加唔願意委屈自己，同埋更渴望一段真正同靈魂契合嘅關係。呢個時候就會出現一段好典型嘅內心對白：我好似唔係好愛，但我又唔想傷害對方。呢一個並唔係殘忍，而係靈魂喺長大之後最矛盾嘅階段，因為你已經唔再係以前嗰個為咗愛可以委屈自己嘅你啦。成長緊嘅靈魂會不斷追問：呢一份關係仲係咪真正屬於我嘅呢？好多人以為關係嘅安全感係來自於對方嘅熱情、承諾同埋親密行為，但係當靈魂開始成熟，安全感就會由內在嘅刺激感轉變為我可唔可以喺呢段關係入邊做翻自己呢？以前為咗唔失去愛，為咗討好對方，為咗維持關係，你會選擇忍讓同埋隱藏你真實嘅想法。但隨住自我意識嘅覺醒，你會越嚟越誠實咁想問自己：呢一個係咪真係我想要嘅關係呢？我仲可唔可以接受到呢一種嘅互動方式呢？對方仲可唔可以同我一齊前進，定係我哋已經唔再同步呢？當靈魂進入成長嘅去遮罩階段，你會發現自己對於曾經中意嘅嘢，例如對方嘅某一種特質，唔再有感覺；對應該要有嘅儀式，例如約會、紀念日等等，覺得無聊同埋疲憊；對於過去願意忍受嘅行為，例如被動、冷淡同依賴，而家變得難以容忍；對於討好、迎合、勉強配合，開始冇辦法再自己呃自己。呢一個唔代表你變壞，亦都唔係自私，而係你嘅靈魂正喺度學識咗界線同埋誠實。靈魂成熟之後有幾個典型嘅自我對話：第一，明明對方冇做錯，但我就真係冇辦法再扮親近；第二，我唔想傷害佢，但係繼續落去就會連自己都唔見埋；第三，
我寧願孤獨一陣，我都唔想再壓抑自己嘅感受。呢一個並唔係冷酷，而係一種溫柔嘅離開。成熟嘅靈魂會識得愛，唔只係為咗滿足對方，而係雙方都可以自在咁樣成長。當你唔再勉強自己愛，反而係俾咗大家一個重新選擇同成長嘅機會。然後你會發現，對自己誠實嘅勇氣，比起努力維繫更加需要力量。最痛嘅並唔係放低對方，而係放低自己嗰個應該為愛犧牲、為愛妥協嘅舊我。而呢一個勇氣就係靈魂蛻變嘅證明。嚟到第4部分，咁如果真係冇感覺，我要點做呢？首先你可以問自己3條問題。第一，我係真係唔愛，定係我只係而家好攰呢？如果係攰嘅，就先恢復自己嘅能量，愛自然就會慢慢回流返嚟。第二，我想象嘅未來入邊，佢喺唔喺裏面呢？如果答案係模糊或者沉重嘅話，咁就代表你靈魂正喺度呼喊緊另外一條路。第三，我係唔愛佢，定係唔愛而家嘅自己呢？好多時候我哋失去嘅並唔係愛，而係自己喺關係入邊消失咗。如果問完晒所有嘅問題，你嘅內心都係冇一個應該要點做嘅明確答案，甚至所有感覺都係沉重、模糊，甚至有一啲窒息嘅話，呢個時候請你放低對自己嘅批判，唔使急於做出決定，亦都唔需要責備自己係唔係唔夠努力，唔應該咁輕易放手。有時候關係嚟到一個階段，已經唔再需要用力去挽留，沉澱落嚟，俾一切靜靜咁樣流動，俾大家一個空間。呢一個未必係失敗，有時候正正係雙方嘅靈魂可以再次呼吸嘅契機。如果你發現自己真係唔想再繼續努力，想安靜落嚟，甚至想暫時脫離呢一份關係，唔代表你冇愛，而係你終於願意為咗自己、為對方都尋找一個更加適合嘅未來。有時候勇敢咁樣停低，反而係對雙方最溫柔嘅照顧。咁如果內心仲有唔捨得，可以點樣行落去呢？如果你發現自己問完3條問題，內心仲有一份唔捨得，仲有一份掛住，同埋未放得低，咁不妨俾自己慢一啲，唔需要急住為呢段關係落一個定義。你可以試下同伴侶坦誠咁樣溝通，用最平實嘅語氣分享你最近嘅狀態、感受、掙扎。你唔需要提出解決方法，只係需要俾對方知道你嘅真實就可以啦。第二，暫時俾大家一個空間，有時候分開靜一靜，反而更加能夠見到大家嘅需要同埋珍貴。第三，共同設定一個修復期嘅小目標，例如約定1個星期內各自好好照顧自己，之後再聚埋一齊傾下最近有冇新嘅諗法。第四，主動去揾2個人都有興趣嘅新活動，有時候改變相處嘅方式，反而能夠打開新嘅共振機會。第五，尋求協助，無論係個人療愈、關係諮詢定係身心靈嘅支持，都係愛自己嘅方法。最重要嘅係唔需要急住去否定呢一份唔捨得，佢證明你有能力真誠咁樣去愛，亦都願意負責任咁樣面對自己同對方。有時候愛需要重新學識呼吸，靈魂要嘅唔係完美嘅結局，而係真誠咁行過每一段路。第5部分，靈魂嘅真相，愛唔係永遠強烈，愛有時係沉默嘅覺醒。靈魂唔會突然之間唔愛，靈魂只會喺需要轉變嘅時候，令到你冇得再扮落去。所以無論你而家嘅狀態係淡咗、麻木咗，想放手、想逃避，定係想揾翻自己，呢一啲都唔係災難，而係你嘅靈魂同緊你講：喂，你變咗啦，你係時候要誠實一啲，你值得一段能夠俾你呼吸嘅關係。最後，俾所有正喺度經歷緊關係掙扎嘅靈魂，
你並唔係壞人，你亦都唔係冷淡，你更加唔係無情。你只係喺度學習點樣唔再為咗愛而迷失自己，點樣同時愛對方亦都愛自己，點樣令到兩個靈魂真正咁樣同行，而唔係夾硬咁綁埋一齊。呢一段路好痛、好亂、好真，而當你願意去望住佢，其實已經係一種勇敢。如果你願意，我會陪你行過呢一段深度嘅覺醒。最後好重要嘅一樣嘢，請你提醒自己，你並唔係一個壞人，亦都唔係一個容易嫌棄其他人嘅人。你嘅靈魂只係需要獨處，需要重建界線，需要重新學識去愛自己，先有能力決定仲要唔要愛其他人。你唔需要強迫自己去揾係咪有邊一件事令到你爆炸。好多時候呢一種唔愛啦嘅感覺，只係靈魂嘅自我轉化、能量場重組嘅結果。就好似四季交替，舊嘅葉跌落嚟，先至能夠長出新嘅花。當你對親密、對話、生理親近都冇感覺嘅時候，俾自己靜落嚟，俾自己乜嘢都唔去諗，俾你當刻最真實嘅唔想親近。你只係需要好好咁樣照顧自己，你唔需要批判自己係咪太冷漠、太任性，係咪變壞。愛自己並唔係自私，愛自己係令到愛有空間可以再次流動。多謝大家今日收聽蘇胎靜語，慢一啲，靈魂先至會跟得上。希望呢一集可以陪你溫柔咁面對每一段關係嘅波動。亦都祝福你早日喺自己嘅靈魂藍圖入邊揾到屬於自己嘅光同節奏。